上主要是这个在野党质疑讲，无实质的审查就要投票，这恐吓是违反着宪法。也毋过议长尤锡坤讲，这个一切拢符合着议事的规定，应该是无违反宪法这个问题。民进党立委何志伟坐伫国民党立委中，气氛加轻松。那也继续将议场占掉的陈雪生赶紧休困一个陈玉珍有新的装备。这个是为了保护嘛，我要保护我自己啊！我觉得明天如果真的也会很激烈，应该比去年激烈。有进行2天主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菊到立法院报告惨烈的经验。那这个阵营即马拢伫休困，听讲下晡一定会清场，要予同意权的投票如期伫8月5举行。等一下他们会强行要召开这个会议所以我们要做准备。战术的部分暂不便说明了只要如果各党团都能够按照议事规则来，就能够通过。如果即马不都针对被提名人进行实质的审查，就要进行投票。在野党质疑讲安尼做违反宪法。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是符合议事的规则，所以应该没有这个问题。那咧拢有拍算，立法院的建会恐惊会一触即发。